今日嘅靈修主題係耶利哥。今日嘅耶利哥古城丘位於現代城市之中，屬於巴勒斯坦管理嘅地方。耶利哥地處約旦河谷，係連結以色列猶大山地同約旦河東摩押山地隘口嘅城市，係以色列人進入迦南地重要嘅軍事據點。根據約書亞記5章13節至到6章27節嘅記載，耶利哥係以色列人喺迦南地第一個攻陷嘅城市。當時約書亞喺耶利哥遇到一個手拿住刀嘅人，佢就係耶和華軍隊嘅元帥。約書亞立即俯伏下拜，將以色列軍隊嘅指揮權奉上。佢認稱以色列民乃係神嘅子民，進入迦南地並唔係為民族爭奪立足之地而戰，而係為神嘅應許爭戰，所以將軍隊交俾神嘅元帥指揮。最終以色列人喺神嘅帶領下，依照指示繞城7次，耶利哥嘅城牆就倒塌啦。除此之外，喺列王記下2章4至5節中，先知以利亞將被神接升天嘅時候，奉神嘅差派，由伯特利走到耶利哥，過程亦都為要考驗徒弟先知以利沙。以利沙緊隨以利亞走到耶利哥，藉此令佢回顧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嘅歷史，提醒自己作為神嘅僕人嘅身份，應帶領以色列民為神爭戰，而唔係為自己而戰，重新建構整個民族屬神子民嘅身份。新約聖經亦有關於耶利哥嘅記載，喺路加福音19章1至10節中，耶穌喺耶利哥遇見稅吏長撒該。撒該身為稅吏長，藉住職權為自己貪取咗唔少嘅財富。耶穌主動提出到撒該嘅家中坐席，撒該得到耶穌嘅接納後，深受感動，意識到自己一直為個人利益而活。為咗回應耶穌嘅恩典，撒該下定決心悔改，重新活出神子民嘅樣式。佢將自己嘅財富嘅一半分俾窮人，並且以4倍嘅方式償還自己曾經詐騙過嘅市民。耶利哥呢個地方正提醒我哋，作為天國嘅子民，我哋都正參與一場屬靈爭戰，需要靠住神嘅力量去面對。同時，我哋喺世上活着，並唔係為自己嘅利益，而係為見證神嘅榮耀，讓神嘅國喺地上展現。讓我哋思想祈禱，回望過去嘅祈禱，我哋嘅焦點係個人嘅需要，盼望神成就我哋期望嘅結果，定係祈求神嘅計劃成就喺我哋身上呢？此外，喺學業、工作、家庭等生活場景入邊，有冇地方我哋仍然有保留，唔想讓神去掌權，希望主權掌握喺自己手中呢？
讓我哋同心祈禱。親愛嘅主，感謝你遂令我哋經歷生命中唔同嘅風浪，願你引領我哋作你嘅門徒，喺屬靈嘅爭戰上成為依靠你大能嘅勇士，拒絕世上嘅試探誘惑，憑住對你嘅信心，得着力量喺艱苦窄路中堅定地與你同行，喺歪曲悖謬嘅世界逆轉扭曲人心嘅價值，為你嘅榮耀爭戰，讓天國喺地上彰顯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祈禱，阿門。